母亲啊，杀父之术用尽心，江风寒恨压命，此生有不此数，愧对先民以后敬。那么，请到牛人再做打算吧。母亲，昨夜已经向你禀明，牛人他已经爱上了恶人，忘了家属，竟然留了恶人前来救我。他那回来，我先家法处置，还忘记莫开。母亲，几点时刻已经到了，你千万不可变过啊！母亲，只盼人头做老体，保公梁上挥金旗。参见老夫人王爷。王太医，你娘伴也来了。老夫人今日开基神殿下官前来观礼，贵金怎能辨明神相啊？丞相为何如此？看出我王府仇家呢？这个，对呀，是丞相免费顾良王的一片心意呀。丞相心意，强将爱仇富，甚待不起了。王爷，群主不敌气象，老夫人态度不明，恃强上变，必须当机立断。哼！将钦犯压倒探前，相慢！今日几点？自周王爷立规，千万血祭了。母亲啊，那为父啊，给呀是啊，在想啊，你啊，便是娘啊，给呀，为您啊，你啊。母亲在崖山，来助我东来。母亲你来看，你还是我的血泡。爸爸呐，夜来鸡呀。只有我心啊，也好，
母亲，生意，母亲，老夫人身体不适，来扶老夫人一旁休息。公爷，时辰已到。老爷，哟，将我家人押送。素红血袍，引领朝，富庶微薄很难受。很是苍天能开眼，不输血恨在今朝。看，排夫，我家眼睛为民，不能开刀啊！母亲，你不可在此言。我父又不是罪臣，又未被朝廷前来诛杀呢。这他人在哪里？你要用般毙命。这母亲，我是两王继承人，今日只是由我结婚，来人啊！开刀！刀下了你！母亲，兄长，我家人吃唔得。你还有面争论？我会是我朝忠良，所见所害，罕见几世界。此法正说，天下千种之人，虽然不敌，我非重点。母亲、兄长，你点看，3000义军来为忠良后台求情对了。公爷，看下重量吧。来，也将佢哋牵押一旁。遵命。有钱，是你带义军前来求情的吗？是我本义军参看，我会临终所写嘅协本，从义军义气冲天，此言前来为忠良后退求情。母亲、兄长，也是我会临终所写协本，一看遍地眼前啊！那些本从何而来？对，都连错得来。啊！曹有言啊，曹有言，你老苏家求见，老苏家共情，你还爱来曹家的你么？兄长。我讲的血本眼看，爱你，看父王的血袍。血泡，血泡，阿叔，母亲，你的母女，为天家所强所错，当年为所为错。母亲，我是虽然无错，难道也家属变过抛弃么？兄弟，你那是很凶的障碍曹家人，就像在这父王面前相助。父王啊，你的言语像吹对了。
血本拿来。且慢，血本乃是叛逆罪人，不得观看，应该交本案带回去交本审响。王太爷也血本，既然是叛逆的罪证，曹家为封疆王后，应该做得看吧。这母亲，孩儿，将佢都变了。表，母亲啊，我会是杀父数年啊，母亲。我家儿该死忠了，爱曹家也始终两世家。18年前，已立下生死文书，困难当头，当以国书为重，将佢都变了。且慢，你莫见你私下表演。王太爷也是爱仇富，不是你操心了。老夫人，你夫家事也是朝廷公事，老夫人请看，你也是丞相亲笔下的斩杀令。王太爷，既然你有斩杀令，又何必千里迢迢将我曹家之属杀他我家后代呢？正所谓将在外，不属国民。我曹家是封疆王后，不属丞相之命了。这王爷，你是王爷，有权利做主啊！哎，这个国书为重啊！王爷，东帝立堂啊！这个不可啊！王爷，杀父之属啊！国书为重啊！杀父之属啊！母亲啊，我个犯难是一天，我菩萨是事情，天有朝廷斩杀令，天在天马地府里，天在天万地府里。来人呐！求王爷宽杀忠良吧。你这是做嘛干？求王爷宽杀忠良。你这做嘛干？是啊，感觉你看不明白吗？千里的送来斩杀令，家多杀人一命。关他书爱乡亲，不可离是亏心。你看，也3000年都是为我家求亲来的。义军上南的情义叫排名是天理。
壮士，我年岁该死中了，不幸惨遭奸人所害，呀，系佢对我中手下血本，你等行了。生意何白，壮义行义，只有垂暮家眷，日子正中宝贵，不去金兵南去，不爱为卿而天，生意8000之天，既深入英雄。沙场抗击，历历得胜，祖先争一战，太败金兵，向陈胜对决，直讨王梁，不料生命破金牌，垂身为剑，可恨见笑，卖国求荣。欺瞒祖上，以莫使有嘅罪名，家财身嘅身上，我悔爱今日夫妻，气节败高君王，求报别亡，主战能保学生，我悔死死守，为梦往事。不正让我好生啊！还我好生，星空过世，有危险了。用天重生，终体灭了。终至西朝，不如灭了。正谈好义，匈奴血啊！带冲的，说是河山秋天天。父王，属下已不好。